新北县政府为着要鼓舞人心，邀请到客家歌手来合作，写一首对抗疫情的歌曲，嘛邀请前线的防疫警官做伙来合唱。这片土地有福气，有你有爱该同享。新北县政府参金曲客语创作者曲连钦合作的防疫影片，特别邀请医护、警察、消防等等人员做伙合唱，希望用温暖的歌声来抚慰人心，也感谢辛苦的第一线防疫人员，尽一点心力，给这些防疫人员加油打气。那歌词中呢有提到，这是一片有福气的土地，可是遭遇了新冠肺炎的摧残。其实大家只要一条心来抗疫，其实可以终究迎刃而解，回归到正常生活。这则歌曲的过程中，也发生真侪趣味的代志。医生讲，唱歌感觉比家己看诊更加困难，因为是第一届入去录音室，无经验难免会紧张。人生中第一次进入录音室，真的有点紧张。可是看到前线的医护人员，还有防疫人员坚守岗位，其实大家都是一条心来防疫，其实心中就燃起一股热血。最主要是要鼓舞我们的人心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觉得我们是坚强的来抗疫，活着明天会更好。这条抗疫歌结合传统甲现代的风格，歌词客语、台语以及原住民的元素，表达团结的决心。也感谢防疫人员的坚定信念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